多数类风台暴风圈扫过南台湾，造成台南差不多有300多万的农业损失。其中呢，伫咧归仁的石徛树，因为被风扫一倒去，估计损失有4成，是这7年来上严重的。 对方划过去，石徛那个龟头卡，石徛树倒会倒，甚至树枝嘛断去。这波地区产地上大的龟苓石徛，即摆当要采收，闪袂过度受累风台影响，造成农民心血乌有去。农民真无奈讲，因拢有提早做好风台准备，也毋过园内嘛是被风吹甲密密茂茂，估计损失超过4成左右，是这7档来上较严重的。果树伊的迄个嘛倒去嘛有啦，落果的啦，一种就是讲伊无落果的，即马后壁伊输送咱的养分嘛有应用着啦。果树巴都继续送养分互果实，农民真头疼，因为果粒还未大粒就提早教训啊。另外，赶快受到风台影响的嘛有大来又来啊，那个有一声话，农民表示即个损失无济，毋过因上惊所来的天气变化大，会大量那个。落果一点点而已啦，落果差不多1/10啊，树头倒掉了10几棵了。今年算这样算平安的。损害金额大约差不多300多万，甲以往来比咱台南的部分算是很幸运伊的损失比较轻微一点。 经过农局统计，即个台南农作物损失面积127.64公顷，损害程度7%。农业局指出，若农民有受损，会使参公所甲市府通报，因会马上启动机制，要有相关单位去现场会勘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